手把手祷告手，桌球一来一往，一个拍子一个球，就使人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这群孩子经过几天而已，当他们遇到这小小的球跟一个球拍，有几个家长，特别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女孩，个子小又很瘦，站在桌球前大概只到她的眉毛，但她却是教练副教练眼中觉得很认真听话，她自己也觉得很有兴趣。她的母亲跟我说，哇，她没想到她的小女儿竟然这么喜欢，而且这么有能力，被开窍了，被扩张了境界。正如经文里面圣经说，雅比斯祷告说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。我们真的不要小看哦，不要小看人的外表，我们要看的是神对这个人的心意。我们以雅比斯来讲好了，其实他的这个名字本身并不是很受福，这个名字是带来痛苦的人。他的一生起点并不欢乐，反而是一个痛苦的代名言。母亲为他贴上这个标签，也许是因为他出生带来生产上的环境经济的苦。每当人一称呼他的名字雅比斯，便会提醒他为人带来的苦楚，同时也是苦难的受害者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这样的命运怎么办呢？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神可以改变我们。神改变我们，就是他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就可以不认命哦。不管我们的命是如何，在神的手中，我们总是可以经历他所赐福于我，他能够扩张我的境界。这位神，他是爱我们的，即便我们人是有限制，在世人眼中我们是有限制，但这位主邀请我们不要以现况为满足，生命不被眼界所限制，不论在我们个人或群体，我们都要凭着信心向神来求，使我们能够破框，使我们被主来扩张我们的境界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感谢我们在哪里经历了什么事情，主你来赐福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也恳求你帮助我在什么事情上需要你赐福扩张我的境界。我们家庭也一样哦，我们经历了哪些事，神赐福我们扩张我们境界的那个经验，一起来数算恩典哦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